这个南韩济州航空发生空难的飞行机，机型是波音737的客机。其实，这个机型伫咧全球真侪航空公司拢有咧使用，不过这20年来，嘛捌发生过几啊届伤亡的事故。上近的这一届是2022年，中国东方航空的飞行机被飞去广州的半中途摔落来，飞行机顶132个人罹难。不过，有专家指出，若为这跑道的情形来看，这架飞行机有可能是雄雄公公降落，并无偌济准备的时间。济州航空74216班机迫降时阵，机动着跑道尾流的护栏爆炸导火，造成重大伤亡。航空专家讲，看飞机迫降时阵还阁正平稳，表示机长依然有法度控制飞机。一般这种迫降，乘客活落的机会算悬。Usually, however, they are prepared. For instance, emergency services will be standing by. They will lay foam on the runway. They will do all sorts of things. We don't see that in these pictures, which leads us to imagine that the landing was, let's say, rushed perhaps, that there was not much time from the emergency to the decision to land. 这台出代志波音737-800是2009年生产，2017年由济州航空营运主要飞中底停。737-800是波音上受欢迎的机型之一，到今年估计全世界已经交付要到5000台，占737全系列销售的要到一半。不过，伫过去20年也发生过26件意外，其中较重大的事故有2006年巴西高尔航空班机甲巴西航空工业公司的公务机相撞，机顶154人全部死亡。2007年肯亚航空班机要飞机首都奈洛比的半路摔落，机顶114人全部死亡。2019年，印度快运航空的班机伫降落时阵冲出跑道，造成158人死亡。2029年，乌克兰国际航空班机自伊朗德黑兰起飞了无偌久，互飞弹射到，机顶176人全部死亡。上最近的一件重大空难是2022年，中国东方航空班机要飞去广州的半路摔落，132人全部死亡。这边济州航空意外，南韩官方讲主要原因是弄着鸟仔加天气。专家讲弄着鸟仔意外定然发生，但是真少造成重大事故。A bird strike is not unusual. Problems with an undercarriage are not unusual. Yes, they do happen from time to time. Bird strikes happen far more often.But typically, they don't cause the loss of an aeroplane by themselves. 不过，专家也强调，伫咧驾驶舱通过录音记录公布进前，大家对驾驶舱面对的情形也阁无啥了解。另外，同款属于波音的主力客机737 MAX 系列，伫这几年也因为连续重大事故正受争议，也不被全面停飞，一直到2020年才慢慢阁恢复使用。公司新闻张伟林、蒋建光编译。